大家好，我就係香港大埔女組館張龍潮館長。最近喺網上面見到一啲資料，講緊點樣上香嘅方法，話呢種上香方法可以達到有求必應嘅效果。喺呢度，我純陽派張龍潮師傅所講解嘅，只係我純陽派個人嘅睇法。上香無論左手定右手，無論可唔可以吹熄支香，最主要係虔誠默念你嘅籍貫。如果已經結婚，就同丈夫一齊祈求願望，同祖師先聖主神講明。喺呢度同大家講，祈求先聖最高境界係求先聖開你嘅智慧。香港流傳幾十年，誤導人嘅4個字有求必應，原來大家都曲解咗呢4個字已經好長時間。有求係話你有所求，必應係指神靈收到嘅意思，並唔係回應答覆你應承你嘅願望。有求必應只係神靈收到你嘅祈求而已。而網上講嘅上香步驟，又話左手又話右手，其實都冇分別，只要你虔誠，你有呢個福分，神仙覺得應該幫你就得。上香最高境界係求神仙開你嘅智慧，比如話會唔會被神棍啦，靠嘅係智慧；教兒育女靠嘅係智慧；工作、治病、做生意，一切都靠智慧。智慧唔係不勞而獲，而係要諗，要上進去做，先至可以達到。有求必應並唔係網上吹咁樣。你睇網上有啲影片教人點樣上香，但佢手上帶滿嘢，呢樣就係不知所謂。曾經有人點香，一粒香嘅火頭就燒光成個仙館，呢啲事係發生過嘅。所以各位善信唔好痴迷去聽人哋講，最重要係清醒，唔好愚昧。最後就係所謂嘅上頭柱香，呢啲都係呃人嘅。你人生冇頭柱香同尾柱香，只有誠心一柱香。所以各位善信唔好被呢啲形式呃咗，求先聖最主要係心虔誠。